手把手，祷告手，一群人绕着圈圈在转。我们猜猜看，他们是在做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仪式吗？或者这是一个运动呢？看起来是有一个定向，但实在是不知道要走去哪里。我们人生很多的时候好像是这样，一时其实是看不出来，但长久就会知道我们所努力的到底有没有成果。这群人啊，其实是最近我们在教会在协会里面所开的拳击舒压的团体，但他们好像看起来不像是要打拳的人哦。不禁让我们想到圣经当中说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但这群人好像是无定向，一下子往前，一下子又倒退，说他们是拳击的，但好像手上也都没有这个 boxing 这个拳击套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全部，没有接下来再看他们要做什么。这是暖身运动。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不能看一时，对吧？不管是在对事情的判断，或者是我们人生一样，目标我们只要明确有方向，自己知道要做什么，那么以中长来看，一定是会有一个果效的。但如果我们只是一开始做一做，就像我们影片看觉得没什么意思就绑手这样而已算了，我下次不来了这个我想我们可能就要放弃了，是吗？所以好不好我们恐怕透过运动当中可以攻克己身可以让我们更清楚。当然我们知道常常最难应付的是自己，是吧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感谢一件事情，感谢今天我在哪个方面努力是有方向有果效的。恳求主帮助我，有件事我总是无定向，让我可以努力在重点上。我们家庭也一样来分享我们曾经共同经历相同的目标，齐心达标的那个美好经验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，